大家好啊，我係Raphael。咁好耐冇拍過聖鬥士星矢 EX 嘅影片啦。咁就因為我有個團有軍團嘅，咁都有同啲軍團有吹開水咁樣，就話好耐都冇拍片啦，你不如拍下呢個我夢關卡啦，因為我見我都打得比較高嘅，158啊打到。咁就佢哋話想睇下我咩陣容咁樣嘅，咁我順便拍條片，出條片過關陣容咁樣咯。其實過後我夢關卡過後150之後咧，真係比較難嘅。跟住我打到有一關154咧，有3隻藍煞喺度嘅，咁藍煞非常難打，佢一路打一路回血嘅。咁你要用啲針對性嘅角色打去前排咯。咁我依家打到依關，咁依度就唔算好難嘅，其實。但依關咧，我見係打唔明第一關嘅，唔知，因為佢有隻紫龍喺度咧，都打極都唔死嘅，我見打咗2次佢都唔死。咁我可以用助戰嘅，用助戰就會比較輕鬆打贏咯。因為如果好難呢啲關卡咧，佢3個藍煞嘅咧，就算用助戰都要試幾次先打贏。咁我因為打到依度，咁我拍條片咧，順便拍條片睇下個陣容啊！我第一個陣容咧就係睡神加死神咁樣咯，加埋潘多拉3個有 combo 嘅，跟住海王就可以控制佢嘅，加呢個海女咁咯，有6億嘅，唔係好高啊戰力，依隊要練高啲。跟住第二隊咧就係冥煞加冥王信嘅，其實呢兩個非常好用啦，咁就〜唔使好高戰力，而家6億幾已經好夠打啦，可以打奶媽隊添，可以打奶媽隊同藍煞隊嘅。咁第3隊我就用冥魚、冥蟹同埋雙魚咁樣咯，跟住加個女王控制嘅，呢個幾好，都幾好用呢隊。佢打我夢關卡幾好嘅呢隊。咁我頭先第一隊打唔明咧，我就用個助戰死神，咁就會順暢好多咯，打得快好多。跟住依個咧，我用完助戰死神，我就可以再用多一次個死神。係啊，佢可以咁樣用2次嘅。咁就過依關俾大家睇下6條片。面對神，無論嘥幾多力氣，都冇可能一次就永恆長眠，海神抗啊！大海，請從我的笑臉，同步決定，不為神明，就算將你五馬分屍都不為神。永恆長眠，海神抗大海。同步決定，不為神明，就算將你五馬分屍都不為神。永恆長眠，大海，海神抗啊！同步決定，巨型好波，永恆長眠。大海，請從我的笑臉，同步決定，海神抗啊！重新打復波，永恆長眠，不為神明，大海，將你五馬分屍都不為神。同步決定。
為你送演拿之嘆息，你會死喺名貴之中。魔言真魂出，天人合一，六針，絕世無畏，星光滅絕，永恆長眠。公將配落，玫瑰會為你送好其他選擇啦。你會死喺名貴之中。呢個就係激嬲我嘅下場。咁就好順利嘅過咗，依關就唔算難嘅。可以睇翻啲資料啦。嗱，第一關咧，呢一關係第一關係比較難嘅，因為有個子龍喺度打極都唔死嘅。頭先我冇用助戰，我就打唔贏咯。打咗2次打唔贏咧，咁我一日有3次噶嘛助戰，咁我就用晒佢啦，因為而家夜晚好夜嘅，聽日先至再又有3次。呢個金牛咧頂一頂，跟住有個子龍喺度回血嘅。咁第二關呢啲冇難度嘅，其實我唔用助戰都或者過到嘅，但係我就要調下或者依隊打第一隊，即係我用我嘅第二隊打第一隊，咁就應該可能唔使用助戰嘅。因為我頭先冇睇第2、3隊，原來都比較弱嘅，因為冇藍煞咧就易打好多咯。因為我今日係第3次助戰未用，咁我用埋佢咯。如果有藍煞嘅，我或者再拍個影片咧。係啊，因為藍煞係比較難打嘅。咁呢啲譬如我打贏咗之後咧，咁我就可以自動啦。我要企多一陣。想唔想我賜予你一個美夢啊？等我兄弟親手解決佢哋。跟住，譬如呢啲咁樣，我過黑頭先嗰個要睇嗰個咧，呢啲就咁暗佢就會過到啦。即係暗過到過唔到就聽日再先算啦。咁樣都會過到嘅。咁因為佢154咧有一關比較難嘅，有3個藍煞喺度嘅，咁我就都有幾個星期冇打咧，咁我啲戰力提升咗咧，跟住我過到嗰個154嗰關咧，變後之後就易打咗咯，因為我戰力都比較高嘅後尾。咁呢啲譬如撳下佢過唔到咧，你就調一調個陣咧，你睇下佢打邊個陣，你就調一調佢就得嘅。譬如睇一睇佢，佢都係有個子龍喺度比較難嘅。我打明第一關，我唔知佢第2、3係邊隊，咁我就嗱，我試一試用呢個擺翻上第一。跟住就再試下打咯，因為好似佢係第一隊比較難，第2、3比較易咁樣嘅。咁樣就會過到咯。咁其實上一場要睇嗰場咧，可能都唔使用助戰嘅，不過我應該有3次我就用晒佢啦。就大致上係咁樣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可以留言問我嘅，點樣配陣，我就用呢3隊啦。呢隊就比較強嘅，戰力雖然唔係好高，6億幾，但係譬如呢個冥王信可以控制到前排咧，因為佢啲藍煞真係好勁，佢一路打一路回血咧，好麻煩。跟住嗰個冥煞又好勁嘅，嗰個絕招。咁就A.E. 嘅，就嗰個 Athena Exclamation 咁樣，嗰個雅典娜之驚嘆咁就會好高嗰個真傷嘅。咁呢隊死神隊就靠死神輸出，睡神就控制咯。呢隊打奶媽比較難嘅，但係打其他啲都夠打嘅。
咁譬如我依隊打贏咗，跟住頭先依兩隊就會比較好打咯。依隊又可以打奶媽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。睇下大家鍾唔鍾意睇呢啲過關影片咧？如果鍾意，我繼續拍啦。如果有咩問題可以留言問我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好啦，拜拜。